其實一直咧都有街坊想喺深圳置業嘅，但係咧覺得深圳嘅銀碼比較高，所以都喺度考慮緊。咁今日咧 Kyo 就嚟到我哋深圳嘅前海，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單位啦。講緊總價240萬就可以買到啦，而且而家開發商仲放大招，零首期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佢唔使你一分錢就可以上到車。咁呢一套480尺咧，佢係做到一個2房嘅設計，每一間房嘅話都係非常之乾淨、非常之實用嘅，帶埋佢嘅一個露台俾到你，你可以睇翻呢一個景色望過去，啲夜景係真係非常之靚嘅，完全冇遮擋，而且帶埋全屋嘅精裝修，全部都係現樓嘅。樓下咧就有1.9萬方嘅中客商業體，平時買嘢嘅話，直接樓下就可以滿足到你嘅，而且1公里範圍內咧，仲有我哋大型嘅 Supermall， 睇戲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講到交通嘅話，更加之便利啊！樓下就有雙地鐵站，從呢度坐地鐵半個零鐘嘅時間咧，就可以到我哋深圳灣關口啦。咁翻香港講緊都係90零分鐘就可以到，都係好方便嘅。平時如果有咩頭暈身慶咧，都直接10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我哋嘅寶安醫院嘅。咁而家揾到 Kyo 成功置業嘅話，仲可以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到你。如果係投資，即刻可以收租，自己攞嚟住都係拎包就可以入住嘅。對於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街坊，嗱嗱聲 WhatsApp Kyo 過嚟睇樓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